你有冇發現一件事？真正嘅有錢人越嚟越少盯住個價嚟買升跌，反而都喺度悄悄布局算力。原因好簡單，算力同行情唔同，而係掌握系統底層嘅生產能力。大部分新人呢，佢哋係價格波動，但係老玩家佢哋係成個網絡嘅能效結構、難度趨勢、能源成本呢啲咁啊，比價格更穩定，亦都更真實。炒價靠攏係情緒，布局算力靠攏係理解。算力嘅本質係將設備、能源、散熱、穩定性組成一套長期可運行嘅系統。只要系統穩定啊，佢就能夠持續參與出塊，唔依賴短期嘅漲跌情緒。而越了解行情嘅人啊，就越知道能效越高、能源越穩定嘅人就越能夠喺成個網絡入邊維持競爭力。呢個唔係壓方向，而係將自己放喺系統入面，同難度一齊成長。呢個亦都係點解老玩家越嚟越似工程師，而唔係交易者。佢哋呢唔關心升一日跌一日，更關心嘅係呢套系統嘅下一個週期嘅表現。有錢人呢選擇算力啊，唔係因為刺激，而係因為更可控。